高雄昨有公庙新民出巡哦，对下晡4点开始到下暗放真侪烟火、甲炮仔，规路拢是。市政府嘛接到交警检举哦，嘛认定讲放炮仔造成污染，开出4张的罚单。若是佮加上警方开的交通违规的罚单哦，主办单位恐惊会罚款超过21万。向市青年二路甲永明街口马路上铺满炮，点火了后，烟雾带甲四界拢是，一度合马路拢看袂到。炮啊无申请，安了无？炮啊无申请啊！警方当场阻挡嘛，发现各有小货车载着62箱的炮仔准备要放，当场要求因袂当搁再点。当场上前予以制止，并及时向庙方沟通约制，庙方随即配合警方约制。搁较早进前，这个活动来到前景区成功1路甲公民街口，就互发现放真侪炮，规涂骹拢是碎屑。有民众认为要放炮仔会当，毋过应该爱适量。嘛有民众讲，其实有真侪人员缀伫后边咧摒扫。惊也即袂惊，我惊讲吼，咱袂使地面要撞进去安尼。炮声，你讲规间内面拢炮仔烟。规抓拢嘛拢爱共扫啊，还当无扫。 人因咧主办的单位，人因拢经过的路线拢冇扫啊。烟炮自产生明显粒状污染物，违反空污法32条规定；炮屑未清扫，违反废氢法27条规定。 环保局表示，这场活动接到交警侦情，将会按照违反了空污法、废氢法开4张罚单。警方嘛开了交通违规的罚单1张，灭火人员上悬有可能面临20几万的罚金。不过公庙解释，活动的过程拢有派山鸟，还有清洁人员随行来摒扫。针对防开发的部分，无爱回应。记者王刘婷、陈坤个报道。